鹿港八狗。现代人对狗无熟悉，其实伊是为英语 guild 音译过来。这是现时的商业同业公会。数百年前，小生意人开店，大生意人开行。开行的人会参加同业的狗，所以有人将行狗做伙讲。开行狗就是开大商行、做大生意的意思。鹿港伫乾隆、嘉庆年间是台湾上界兴旺的商港。伊的生意是顶狗通宵，下狗农郊。农郊就是现时的乡村。因为商业发达，就有各种的狗。上大的有8个，人称八狗。1815年丁修威灵殿的时，就有八狗建立的牌匾。这8个狗就是全狗、下狗、南狗、汤狗、甘狗、油狗、布狗、甲泥狗。全狗专门甲泉州做生意，下狗对下门，南狗对广东、平湖甲南洋。糖、油、布、染，就是做糖、油、布甲染料的进出口。糖是迄阵真重要的出口货。有一句话讲，台湾糖人有去无回头。规船的糖人伫中国社会，空船转来真拍算，船空身嘛较会显，就载大衫大石来缀当。大伞会使做建材，大石嘛会当做精妙的石条，来去拍加赚几若百。这款大石料嘛叫做石当，就是现代的野苍石。甘狗就是做南北货的生意，南北货拢是大料，较轻爽，会使放伫甘蚵仔内。日时放出来摆店面，暗时就收入去。所以现时的南北货，古早就叫做柑仔货。沧海桑田，现时狗的会数拢无去，敢若有一间狗行留落来，伊就是日暮行。这间行是全狗的头，全狗阁是八狗之首。20年前去参观，是要倒的古早厝。后来政府出大笔钱征收。伊阁展现出当年的气派，咱嘛会当看出当时商业活动的佳业，真值得大家好好参观。作者：区文色。